我可以特写吗，妹妹？特写。要弯腰，这样才好看呢。前面弯，还没有前面的。弟弟，特写，快点跳。好爽！你看，弟弟跳的手都比你们的还直呢，你们手举高。好可爱哦！不要输给弟弟啊！看，放，右边，对，你看，手伸直，太好笑了。手，对，好，很棒哦，很可爱。弟弟给你一个赞啊！这个他们的这个会掉下来。弟弟你太强了你。好可爱！他已经拍你多久了？对啊，录影呢，for YouTube。哎。啊？哦，好啊，电话啊。上面，平的，不要掉下来，不要掉下来，平的，平。对，谁要陪他跳？快点。脚都要看脚，那个是好，看脚。心宇，这个收尾怎么收？这个要不要摆后？看你要怎么。这个在后面。对啊，你会踩啊。我们刚刚我们这边是广告，就是直接这样子，然后直接回我们上。你要标的。弟弟你好强，你叫什么？他就才去了。这对。好，脱掉。脱掉。刚刚是中午就是要跳。现场会议。等一下，不要雕这个动作吗？这个就不要。可以跳啊。第一天。啊，对不起哦。